大家平安。今天9月24日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要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都领受上帝的看顾与带领。上主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看顾与保守，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。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，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的盼望只在乎你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愿主你带领我们走这人生的道路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都有主你的同在，主你的带领。主啊，愿你真的是我们的力量，帮助着我们在每天当中所经历的每件事情，都满有主你的看顾带领。主，让我们透过每一天的经文，每一天的领受当中，都能够向你歌唱，向你赞美，都能够领受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将每一天的生活都化成一首诗歌，成为我们的敬拜，成为我们的赞美。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看到在这当中，不论是众山或云彩的围绕，也让我们去经历到主你爱的充满，你爱的祝福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聚集，也愿我们在当中的敬拜是你所悦纳的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再一次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的灵充满在你的殿，愿主的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9月24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11章第22节到第36节。尼希米记第11章第22节到第3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住耶路撒冷的利未人的监督是哈撒比亚的孙子巴尼的儿子乌西，他的祖先包括马他尼和米迦，属于亚萨宗族，就是在圣殿负责音乐的那宗族。王有明文规定，说明这宗族该如何轮流领导每天的圣殿音乐。米斯撒别的儿子比他西亚，属于谢拉宗族，犹大之族，他代表以色列人驻波斯帝国。许多人住在他们村庄附近的镇上。犹大支族的人住在基列亚巴、底本、叶甲薛和这些城附近的村庄。他们也有人住在耶书亚、摩拉大、伯帕列、哈萨舒亚、别是巴和周围的村庄。他们住在喜格拉城，在米格拿和周围的村庄，在因临门、索拉、耶莫、萨挪亚、亚杜兰和这些城镇附近的村庄。他们住在拉吉和附近的农庄，亚西加和周围的村庄。也就是说，犹大人民住在别是巴和西嫩谷之间的土地。便雅悯支族的人住在加巴、密抹、艾、伯特利和周围的村庄。亚拿图、挪伯、亚南亚、夏索、拉玛、基他因、哈地、喜边、尼巴拉、罗德、俄挪和匠人谷。有些以前住在犹大领土的利未人被指定跟便雅悯人同住。我们今天经文在尼希米记第11章第22节到第36节，让我们再用点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当这几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提到了说，人开始进驻在这当中。其实也提到说，有些人进到了耶路撒冷城，但是在这里面提到了说，也是有一些人还是住在外面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这些特别指出来犹大跟便雅悯族。其实当我们看到犹大跟便雅悯的时候，其实也在提到的是大卫的传统，或者说王的传统的这些支族。所以我们看到便雅悯是以前扫罗王是从便雅悯支出来的，而犹大大卫是从这边出来的。所以当中也特别提到这两个支族他们住的地方，其实大概跟以前有点不一样，但是他们也就记载了他们所居住的这些地方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当中也很重要的一个点，也就是提到了说，在这当中服侍的人，这一些参与在诗班或者说圣殿歌手的这些人，他们居住的地方，他们的工作，他们参与的这一些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也让我们能够去思想，一开始讲的说，这些服侍在诗班的部分里面，这些人他们需要做的事情，其实以前都已经派好了。而后续讲到说，犹大跟便雅悯他们所住的，所以在这边讲到说，住在耶路撒冷的利未人的监督是哈沙比亚的孙子巴尼的儿子乌西，他的祖先包括马他尼和米迦，属于亚萨宗族，也就是圣殿负责音乐的那宗族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几天的经文里面，其实也一直在讲到说，在圣殿里面有一群人，也就是上帝拣选这一群人，他们是参与在圣殿的音乐服事里面。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，这也可能就是一些用音乐来敬拜的人，或许是音乐的牧者，或者是音乐的同工、音乐服事者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这是特别被拣选的一些人，而这些人因为特别被拣选，才能参与在诗班的服事。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，而是上帝有特别他的拣选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要就好了，但是在当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直在谈的，不是你想要就给你，而是在当中上帝特别拣选了亚萨这个宗族，让他们在圣殿里面参与在圣殿里面的音乐服事。所以从亚萨开始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写的歌里面，很多地方都会写说他写的歌交给灵长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诗篇里面也很多地方会提到说，这是亚萨的诗歌，或交给他们去编的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也一直出现亚萨，而在前面也一直出现这个名字，在当中一样。所以也就是这宗族里面，他们是被拣选出来参与在这样的服事当中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会去想，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是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谈的，我们要放在祷告里面。在这许多服事里面，并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你放在祷告当中去祷告，求上帝帮助你，求上帝让你有这样恩赐，参与在这样服事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家族，他们可能都在某一个区块。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家族，他们真的都在音乐，这在教会里面其实也不难看见。其实有很多家族是这样子，而这样家族有可能是他们从小的时候开始，有人从小因为一个机会进到教会里面来学钢琴，然后来唱圣歌队，所以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见，我们是这样栽培同工，而在当中上帝也是因为这个机会，让这个家族的人有这样的拣选。他们原本很单纯，并不是要去争什么，而是很单纯的要学习，然后在当中来服侍。我还记得以前当我们在高中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人在学吉他，
我们也去学吉他。而在当中，其实一直有学长姐在提醒、在分享说，你在学吉他不是只是在做这个技巧，而是你要知道，学吉他是要用来敬拜上帝。因为我们以前高中的团契，有时候因为我们在教会聚会，有时候会有钢琴，但大部分都是用吉他。所以我们的学长、我同学，其实还有很多人都是用吉他来做伴奏、来服侍。所以当我们看到，也就是这样子。或许我们很喜欢看到别人弹吉他，觉得很帅、很厉害。而当我们去开始学的时候，慢慢的把这个技巧练起来，我们就开始敬拜。而这当中也一个传一个。而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学吉他的时候，其实也是看到我哥哥他们能够这样学吉他，用吉他来写歌，甚至去比赛。而到现在，他还是在教会里面，也是用音乐继续在服侍。当然服侍很多，其中一个也是包含音乐，写歌，写赞美上帝的诗歌，也透过这些诗歌让圣歌队来唱，甚至有段时间也在指挥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敬拜的人，当我们要进到某些领域的时候，其实是看上帝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位置都不是说我们想要挑谁进来，还是我们在当中做什么动作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先把这些事情摆在祷告当中，让我们得以在这许多事情里面先领受上帝的话语，领受上帝的拣选。亚萨这宗族，或者说乌西这个宗族，也就是如此。上帝拣选他的祖先亚萨，让他们在这个位分上。当然昨天有提到说，以前的服事都是世袭的，包含祭司，包含利未人，也包含音乐侍奉的人员，都是世袭的，都是这样一代传一代下来。或许有人会抱怨，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？当然一定有些人很开心，就觉得上帝拣选我们在这个位置来服侍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因为服侍里面需要非常多的人，因为每天都要服侍。23节这边讲到说，王有明文规定，说明这宗族该如何轮流领导每天的圣殿音乐。所以他们要参与在这服事里面，他们要带领着每一天的敬拜，每一天的音乐服事，每一天带领人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，他们是每天都有礼拜，每天都有敬拜，每天都来到上帝面前敬拜，也就是每天都要献烧化祭，每天都要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其实每天都有人来到圣殿里面来，他们在当中服事，在当中敬拜上帝。而这样的过程也让他们去经历到，就如同天上的天使一样，在上帝面前在赞美，在颂赞上帝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忙碌了，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讲，或对新教来讲，能够一个礼拜来到教会1天，顶多2天，已经非常多了。我还记得当我高中的时候，因为读的是天主教学校，我们的一个生物老师，他可以说每一天都来到学校参与在学校里面的礼拜的弥撒。因为天主教他们每天都有弥撒，或许我们会觉得好像只有礼拜天有弥撒，其实他们每天早上都有。所以那时候当我们在上这堂课的时候，老师都会跟我们说，你们可以把作业放在讲台，他早上会来拿，因为他早上6点会来学校参加弥撒，所以他当中有可能来弥撒的时候就走到教室来去收这些作业。而他也让我们知道他是每天都会来，也就是每天都会有弥撒。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其实在天主教的
教会或者是修院当中，他们好像也是一天也是有3场弥撒或者是聚会。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好像比较缺乏这些，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子的。但是我们的做法是有主日的礼拜，有小组的聚会或团契的聚会。因此在当中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也需要常常来到上帝面前。我们看到每一个小组当中，也都会有人在当中带领诗歌的敬拜，而在这当中，也让我们去看见，当我们能够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要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能够透过这当中来敬拜上帝，透过诗歌的服事，就像我带领的小组当中也是一样。当我们聚会一段时间之后，开始有弟兄姐妹愿意起来，邀请他们就愿意起来承担，然后在当中开始带领敬拜。后来也有人加进来，也就看到哇，他们就搭档一起的服事。所以这也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开始有这许多服事，而在当中也这样安排。所以或许我们未来有机会，当我们教会每天都有这样聚集的时刻，当然现在也是这样，每天都有这样聚集的时刻，但是也期望有许多的同工可以加进来。这边讲到音乐的部分，其实牧师也期待说，我们也是能够有人一起来带我们弟兄姐妹敬拜，在当中参与在每天聚会的敬拜的服事、音控的服事、场地或祷告许多的服事，让我们每一天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生命很不一样。而在当中也让你经历到，这也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，让我们参与在这里面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是不是有机会我们也可以这样参与？而在当中，当我们每一天参与一些的时候，我们的负担就不会这么大。而在当中，我们也能够好好的去思想，我们要怎么样来服侍。我还记得之前我们在周四祷告会当中，一开始我是邀请一个同工来带敬拜，虽然是每一个礼拜一次，我想对他来讲也是有一些负担的。后来慢慢的，我们安排了好几个人来轮流带，而在当中也看到他们也都很忙，当然他们也愿意摆上，所以在忙碌当中，有可能他当天也正在忙，所以他依然看重这样的服事，来到这当中带领敬拜，然后整个结束或带领敬拜结束之后，他又要回去继续忙他的工作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同工，也有一些也在分享说，当他在主日要带敬拜之前，或者是他要周四的聚会之前，其实也都一直在感冒，可能也没声音。但当他们在敬拜的时候，上帝就让他这段时间是有声音的，是可以很尽情的敬拜。有可能那个声音让他持续了1个小时、2个小时。但是上帝也特殊的恩典，让他在当中去经验这样特别的恩典。或许我们会觉得怎么没有医治他，但是看见的是，当他要服侍的时候，上帝给他声音，给他力量，与他同在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服侍里面，他们有排班，也很重要的是他们要预备，他们被拣选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服侍里面，第一个被拣选，第二个他们是排班，而且当中他们愿意委身参与在这当中。很重要的是，他们有预备这当中的服事，并不是随便来的。我们来唱一下歌。其实就像以前我们的聚会，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团契的聚会，有时候都会那种来大家聚在一起，点歌，要唱什么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看就知道没有预备，在当中只是为了在聚会当中需要唱歌。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那些的时候，以前常在说，那段时间就是因为需要唱歌，所以我们来点歌，大家挑一些歌来唱。
另外一个是人都还没到齐，怎么开始聚会？然后我们先来唱歌，然后来等他们。或许我们现在有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是我们也可能觉得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。而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了，在当中很重要的是，上帝拣选这一些人参与在圣乐的服事。而他们有这样机会的时候，他们也很谨慎的去面对这一刻，并不是随便的去处理它，而是很谨慎的去处理它，是知道这时候要唱什么歌。所以也就是在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当我们的献诗，当我们敬拜，其实是需要去看当天的主题是什么，那时候的节期是什么。透过这当中要带领人，透过节期，透过主题，透过经文，这当中互相的结合，然后来到这当中来敬拜。所以当我们这段时间，其实我们的同工，像我们的敬拜团，我们圣语，其实以前也常常在问牧师，主题是什么，经文是什么。甚至有些同工会问得更详细，说牧师，在你这个主题当中，你当天的讲道当中，你要讲什么？所以他希望能够更切合主题的进到这当中，然后去带出来这样的信息，并不是随便想要唱什么就唱，而是期望能够切合当天的主题。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的音乐同工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人都很用心在当中。就像有时候我们要安排线来服侍的时候，他都说要先给他们，他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安静心，来沉淀，来预备，然后再来选歌，并不是随便上来就选个几首歌来唱。他说他们要透过灵修，透过祷告，透过安静，去领受上帝要给他的歌，这样来带领大家来唱。所以当中，虽然我们看到每个礼拜都有同工这样轮值在服侍，而在这里面我们没有看见的是，他们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做这样的预备。另外也提到米斯撒别的儿子比他西亚属于谢拉种族犹大支族，他代表以色列人驻波斯帝国。这样的写法感觉很像是以色列大使进到那当中，当然他们这时候并不是一个国家了，他们是被掳了。而在当中他也成为这群人的代表，参与在这里面，代表他们在波斯帝国。而接下来也提到说，许多人住在这许多地方，农庄附近的镇上，犹大支族人住在这些城镇跟附近的村庄。所以这边提到了非常多的地名，特别这边看到了别是巴。别是巴这个地名也可以说是以色列犹大的南界。或许我们会说，南边还有一个南地，但是很重要的是，这个点好像离开这个点之后，就是到别人的地方去了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雅各，当他离开的时候，他也在这个点停留，而亚伯拉罕也住在这当中，住在这附近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点过去了之后，好像就已经离开了以色列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当中很特别的是，在这里面，也就是比较南边的地方，是犹大的地方。所以今天看到这犹大或者说便雅悯之族，大概也就是以前犹大国的这些人，他们住的地方也大概在那一带，跟以前的地方不太一样，但是也大概在南边的地方。所以这边也提到说，犹大人民住在别是巴和新嫩谷之间的土地，而便雅悯之族人是住在加巴、密抹等等这些地方。这边提到许多地名，也就是他们住了许多的城镇。当然有一些利未人住在犹大领地的，也被指派跟便雅悯同住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边提到这些很重要，今天
看到的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族他们住的地方。也很重要的是，让我们看见了上帝依然恩待着南国的这些人，特别的指出他们。而在这里面，我们也花比较多时间在思想的是，上帝拣选了亚萨这个宗族，让亚萨这宗族参与在这些服事里面。而这宗族当中，从亚萨开始，一直到这当中，也一直是参与在这些服事里面。那我们看见，其实我们有很多家族也是一样，一直参与在这服事当中。那我们是不是愿意来领受这些，让我们持续的在服事上帝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也让我们有段时间再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思想今天的经文，看上帝今天要对你说什么，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们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在当中拣选我们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能够得着你的恩典，能够在当中一起来服侍敬拜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保守着你的子民，让我们能够在当中透过诗歌，透过各种方式来敬拜你。主，愿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的家族同在，让我们领受这特殊的恩典、特殊的职分，让我们参与在这所有一切当中，也在这里面去看见主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主啊，愿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断的来预备、来敬拜你。不论我们在什么时候要服侍，我们在每天当中预备好我们自己，帮助我们，求你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去经历这美好的恩典与赐福，带领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经历，更多的来领受，让我们不单只是因为我们被拣选了就很骄傲自满、自高自大，而是当中我们看见你拣选我们，透过了
我们的家族透过我们这时候被你拣选，也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好好的去预备我们自己来到你面前来敬拜，来服侍。而在当中，你的恩典也一定是源源不绝，不缺乏。主啊，愿我们的生命里面更多的去经历和领受你的看顾，你的带领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也愿我们的教会，愿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得着主你的保守与带领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每天来到主人面前，领受上帝恩典，领受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